上個月香港隊咧就喺主場贏咗柬埔寨啦，啱啱佢作客咧就係擊敗咗呢一支啊係東南亞國家。咁今次翻到主場就對住新加坡嘅。咁啊，以2016年嚟講咧，香港隊嘅成績咧唔算話特別好標青啊！呢場比賽之前呢，打咗5場嘅比賽就2勝1和就2負。咁但係對手嘅新加坡咧喺今年嘅情況更加不濟啦，之前8場比賽咧即係贏咗2場啫噃。咁啊當然啦，咁啊香港隊絕對希望咧係啊嘛，透過呢一場對新加坡嘅熱身賽咧，能夠咧係為嚟緊啊11月份嘅東亞足球錦標賽做好個準備啦嚇。所以呢場波其實啊，對於係球員好啦，甚至乎教練嘅 Kim Sir 咧，我覺得佢哋都幾緊張啊！呢場波嘅戰果㗎。係啊，咁啊喺陣容方面亦都作出一啲改變啦，咁啊新嘅嘗試啦，包括咗啦而家會攞波嘅李康廉啦，咁啊今日打咗個左閘喎，可以話都係佢足球生涯當中一個咧就係幾新嘅嘗試啊。不過佢同埋鄭景浩咧就打兩邊嘅閘，啊中堅用上咗法圖斯啦，同埋艾利奧一隊啦，係前公民嘅球員。咁龍門當然繼續嘅隊長嘅葉鴻輝啦，開波早段已經見到新加坡嗰種嘅如狼似虎嘅氣勢啦，埋嚟逼亦都逼到咧香港啲後防有少少嘅錯亂嘅。加埋佢哋一啲叫死球戰術咧，好多時都製造到啲混亂㗎。呢個波雖然斬得就麻麻地咋，咁但係隊友咧見到佢哋嘅卡希森咧一攞轉身一射都嚇你一跳㗎。不過可惜個波咧就唔中籠嘅啫。以東南亞嘅國家嚟講咧，就新加坡可以話佢哋嘅身形咧算係唔錯啊。咁今日早段都希望利用啦佢哋啲身形啦，咁簡單直接嘅一啲手榴彈嘅戰術啦，咁希望能夠搏到啲混亂嘅。咁頭先卡希森冇辦法得逞，咁今次亦都啦喺禁區裏邊啦製造咗呢個射門出嚟。咁最終咧就係夏利斯啦嘅射波啱啱省中咗回防嘅新組啊。其實真係呢個係上半場啦，香港隊面對住新加坡佢哋一啲叫死球戰術好啦，同埋一啲壓迫嘅打法咧，其實一度咧都叫做係受壓㗎。好在球員都叫做前仆後繼啦嚇，咁啊成功咧化解咗咧對方嘅一啲係有威脅嘅埋門。咁選定之後咧，香港隊咧開始係見到佢哋咧製造翻一啲叫做攻勢出嚟㗎啦。不過高凡呢下似乎係心急咗啦，呢啲波咧嚇距離成30幾碼，唔啱腳啲照射，好自然就射咗去一天后廟啦。咁上場有波入嘅高凡啦，同埋新組呢場比賽咧一樣係正選嘅。高凡就繼續挨喺一偏左嘅位置，新組就喺中間，至於右手邊亦都有徐德瑞嘅。中場亦都咧就配合埋咧就仲有艾力士啦，同埋咧就係林家偉啦、黃洋喺度㗎，差唔多一個4-3-3嘅陣式。至於新加坡方面咧，呢場比賽用咗好多嘅後生仔啊，包括咗啱啱頂波啦，名將之後嘅芬迪。打正中鋒嘅位置，呢個波都有個頭槌攻門嘅機會，咁但係頂得就比較軟弱無力啲啦。睇翻成個進攻過程啦，轉方向過嚟右手邊啦，其實見到無論係芬迪好啦，同埋咧係另一位攻擊球員侯賽因都有準備咧做一啲互動㗎啦，只不過最後個波咧頂得就麻麻地嘅啫嚇。咁跟住咧見到係一個中場嘅截擊，香港隊咧攞翻一個進攻機會嘅。新組指手畫腳，其實就等咧後上過嚟嘅呢邊嘅徐德水，但可惜個波斬得麻麻地啊！咁但係斬得麻麻地唔緊要啊！李康源咧即係第一時間 set 翻個波係俾林家偉，家偉呢下轉身其實都快㗎啦，可惜個波食得就唔係好硬啊，亦都冇乜角度，俾對方門將馬布特咧係接埋嘅啫。香港隊兩邊嘅側擊咧有條件都可以做得啦，更加之理想啊！既有啦徐德瑞啦、高凡啦，亦都有康廉啦，同埋鄭景浩等等啦，去到參與。或者新組，呢場賽者算係躲得後少少㗎啦。第一個咧就係車傳賣到嚟，呢個機會都唔錯㗎嘛。當時賣到嚟中間，亦都有一隻艾力士喎。希望先埋去啦，揾機會。對方門將嘅馬布特咧出得嚟都好快啦，及時化險為夷。但可以睇到咧一個少少嘅警號啦。對於新加坡後防嚟講，對方一啲斜傳啦，同埋直線側落嚟咧都幾有威脅。其實呢個上半場咧，慢慢咧喺中後段見到香港隊咧嗰啲係威力咧產生到出嚟嘅，好似高凡咁喺左路嘅側擊咧效果越嚟越明顯。只不過啱啱呢球波咧從高而落，可能啲燈光咧都影響咗係徐德瑞嘅。咁最後嗰腳波咧就處理得叫做麻麻地啦。可以睇到徐德瑞呢場比賽啦都幾活躍啦，左右兩邊都見到佢嘅。右手邊啦當然亦都有鄭景浩啦埋嚟幫佢手啦。或者呢個波可惜嘅右腳揞埋去咧就唔係話太勁，咁但係開始咧其實喺上半場嘅中段咧，香港隊就開始慢慢企穩陣容啦，多咗一啲嘅組織啦，敢於去到咧就係做攻勢啦。對方踢上嚟咧，亦都益咗法圖斯嘅啫。
黃洋今日作為一個防中打得非常稱職㗎，做到好多個攔截嘅功夫啦。咁呢個波亦都由佢俾個林家偉，再咧就係長傳咧側埋嚟，俾艾力士可以轉身入禁區射埋入。咁啊，家偉呢波固然咧就放得靚啦，而艾力士嘅轉身入攝嘅把握亦都做得唔錯。咁啊，簡單直接嘅一個中央突破。咁當然呢球波對方嘅一對中堅咧，咁啊卡希森咁同埋咧班納都的確有啲大意嘅。咁到底係啊個分工係出現咗問題啊？邊個包抄，邊個做追人咧？似乎有啲混亂嘅當時啦。兩個都唔係好刻意咧，真係去追㗎，掛住望波，結果就係咁樣咧，俾艾力士咧係可以入攝到嘅。咁當然呢球波家偉一攞波已經係見到艾力士走位，梗係咁俾㗎啦。咁新加坡咧就成績麻麻地啦。咁今年咧對住咧就好似越南啦，咁以至到咧就係巴林啦等等嘅對手咧都係輸。頭先看台上面亦都見到啦，就啱啱都代表咗香港啦，係踢港澳埠際賽嘅陳俊樂啦，咁同埋咧就係大埔方面嘅教頭李志堅就堅持嘅。咁呢場比賽吸引到好多咧，就係球圈人士嚟到捧場啦。咁兼常當然更加緊張啦，因為下個月咧就東亞足球錦標賽殺到埋身㗎啦。咁屆時會對住關島啦、中華台北啦，同埋一齊朝鮮嘅。咁對手實力嘅強橫，呢場比賽作為最後嘅備戰呢，自不然係要份外肉緊啦。下半場比賽出到嚟呢，就香港隊咁繼續亦都比較能夠控制個局面嘅。或者新加坡亦都作出一啲嘅改變啦，高波進襲，艾利奧頂出嚟唔算太遠。咁班納呢位咧就係英國入籍嘅球員啦，埋嚟吸一吸，咁再養翻落去底線，但係過唔到鄭景浩喎，勉強出到埋嚟。冇錯啦，香港隊嘅防守都夠專注嘅啫，炒和咗波出到嚟啦，夏里斯，跟住呢邊咧就搞咗一大輪咧，都係夏里斯喎。呢位隊長亦都踢緊咧，就由右近 D.D. 嘅，咁殺到埋嚟，好彩就法圖斯都到喎。咁最後尾呢個波重要咧，就係鏟嘅時間咧，將波鏟咗落去咧夏里斯嗰度彈翻落底線，所以咧係香港隊龍門球嚟添。呢球波見到啦，夏里斯出其不意啊！咁突然間咧呢個加速咧爆入中間啊！法圖斯好在包埋嚟夠快咋，否則嘅話咧，葉鴻輝呢球波都可能有啲麻煩嘅，因為當時見到夏里斯咧殺埋嚟嗰個速度相當快啊！咁跟住咧一段時間咧，下半場咧其實新加坡真係啦，諗住喂落一球啊！咁如果係加翻啲壓力咧，會唔會有機會平反敗局咧？咁佢哋連番嘅攻勢咧，都叫做令到咧港隊咧係焗住咧翻嚟咧做防守嘅。見到呢個配合咧，喺追人方面咧係的確係出現咗啲甩漏㗎。侯賽因呢個窄位射門，可惜咧射高咗。後半場左邊嘅側擊啦係加強咗㗎，哈沙呢邊都幾活躍㗎。上嚟嘅助攻咧，亦都係能夠製造個傳中波。我呢邊有哈沙啦，亦都有啦，就係做咗代隊長嘅艾利。我哋個波一避開咗啦，就係對方嘅羅拔圖啦，然後起到腳，但係角度太窄啦。咁香港隊咧亦都繼續憑住一啲就係前場有突破能力、速度有翻咁上下嘅球員咧，去到做突破。高凡去唔到就唔緊要，稍為修正翻啦，回翻落後邊。羅拔圖，佢都係後備入替㗎，傳過嚟麥基嘅頭槌 set 後唔錯喎，壓力士再 set 過嚟更靚，黃洋呢波射得真係精彩。啱咧，仲要咧就喺翻班納咧就腳底嗰度過，個波更加直飛網仔，揾到黃洋第一個國際賽入波。咁睇翻啦成個進攻嘅過程裏邊啦，羅拔圖嘅長傳呢個斜傳當然係到位啦。至於麥基喺對手力壓之下，能夠成功咧將個波射翻埋中間。艾力士嗰個回傳亦都可以話恰到好處嘅。咁基本上黃洋有準備嘅話咧，呢球波硬正肯定係中籠啊！但細估唔到咧，黃洋仲射球咁靚嘅波俾大家睇添。呢場比賽黃洋嘅表現咧絕對可圈可點啊！防守做得稱職，上嚟助攻嘅入攝嘅時間亦都好啦。你會再睇多次啦，艾力士係 set 得好，唔需要攞第一時間揞埋去，個波真係非常之漂亮。呢個嘅角度會睇得更加清楚啦，整個進攻嘅流程啦，同埋最後尾射嗰個腳有幾咁漂亮。睇翻啦，呢球波真係艾力士忍住道力揞呢個波啦，回翻俾黃洋真係好射嘅。落到兩球，咁見到新加坡咧，其實都希望就真係攞翻個彩㗎。咁喺連番嘅調動咧，無論係換邊個都好啦，見到啲球員入嚟咧都相當進取嘅。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進取都好啦，但係始終咧都冇辦法咧射破咧喺葉鴻輝嘅十指關嘅。
呢球波雖然對方係有衝門之嫌，但係球證當然咧認為冇問題嘅。但係好在咧，葉鴻輝咧呢球波就夠醒啊！咁但係點解呢球波佢要踢出界咧？原因就係隊友梁振邦咧食咗個波餅，瞓咗喺度，未起得翻身。冇食得幾型啊呢下！咁但係沙菲克呢個遠射咧幾型喎。咁對方後備入替嘅梅達菲啦，亦都埋嚟衝一衝門。咁所以上半場咧就係向新加坡冇乜嘢嘅遠射啦，下半場呢腳嘅遠射咧係屬於比較近磅嘅一次啦。不過跟住咧仲有呢個波，雖然睇落咧就塌塌地，食得就唔係十分型，但後賽應該埋門亦都要勞煩啦，葉鴻輝就飛身去救一救。當然啦，阿輝做得好啦，呢個波亦都令到香港對呢場比賽咧力保不失。咁豁咗出去嘅新加坡咧，真係喺比賽尾段呢，的確係有啲可以入翻球波嘅機會。咁但係葉鴻輝今場波仍然都係有神勇或者係叫穩定嘅演出嘅。咁都去到比賽尾段啦，呢個波咧爭啲都攞得你命㗎。只不過漢拿比呢下快射咧，緊呢，距離條柱都有成2-3個波位出咗界。禁區裏邊咧都有一定嘅混亂㗎。咁呢邊梁振邦你都解圍唔到啦，跟住俾對方個轉身咧就係射波嘅機會。咁後備入替嘅球員咧，其實呢個漢拿比咧都算幾活躍啊，幾多機會啊！呢個轉身射咧僅出界嘅啫。咁結果香港隊亦都連續2場嘅比賽能夠咧係保持不失球，兼且係能夠擊敗對手嘅。咁繼續客贏咗柬埔寨之後，擊敗埋新加坡。